弄。阿弄好。哦，精神那么好。那我是来自花莲东海岸的阿美族，那我的部落叫做马布呆部落，就是港口部落，在丰滨乡海线的阿美族。那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边唱歌给大家听。那我即将要出第1张我的个人创作专辑，掌声一下，谢谢。谢谢。然后我的创作都是母语，就是台湾的阿美族的母语。然后我觉得，为什么要创作母语？因为我很喜欢，就是我们的语言，就是台湾的阿美族才10几万人口，全世界才10几万人口。我觉得这个语言一定要保留，所以我没有刻意的要创作母语歌，但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在部落长大，然后我想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诠释我的创作，我就写了很多的母语歌，就是阿美族的歌。刚刚那一首呢叫《感谢主灵》，就是阿美族啊，就是很喜欢拜拜，去海边也要拜拜，去山上也要拜拜，然后喝酒那个丰年祭也要拜拜，就要拿杯子。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要敬一下主人。然后这是我跟我的母亲一起合作的一首歌。那今天母亲没有办法来跟我们一起唱，我们就献给大家。好，第2首我要唱的一首歌叫做《呼唤》。那这首歌呢，是我在前年的那个丰年祭呢，就是我们港口部落，就是马布呆部落的丰年祭。因为我们的祭典是从凌晨12点开始，那12点钟呢就很安静，部落很安静。然后我就那时候刚从那个城市里工作回来，就要准备参加祭典了。然后我就远远的听到那个青年之父在呼叫，就是年龄阶级，就是阿美族有年龄阶级嘛。大家都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知道哈，有人知道。那在我们部落呢，就是妈妈诺嘎巴，就是青年之父，他是在我们部落是最大的，他要领导整个部落的运作。然后呢，我就听到在凌晨12点的时候，祭典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听到在祭场的歌谣跟妈妈诺嘎巴在讲。要召回这些年轻人回部落参加野地信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感动，我就当下我就马上写了这首歌，这样子就很快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写了，就非常简单的旋律，献给大家呼唤，谢谢。
谢谢。